来了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。分享。因为吃屎哥他最近有很多新闻，他之前就是因为他在脸书呛蔡英文，然后现在判决书出来了，判决3个月，1颗罚金要9万块。我这样说比较快，从吃屎哥出来到现在，他有没有伤害你们什么东西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他要1颗罚金9万块。我们特别商请他来帮我们来做所谓的一个演出，好不好？你还要再继续喝？受不了。来啦，今天啦，我跟你讲，第一瓶，养乐多，黑猪血8块，91白骨爪。他已经喝第1罐了，91白骨爪分享。加油！人越多他越狂，喝完全部。人越多我就越受不了，分享。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1924，加油！一瓶挑战20瓶哦，全台最狂，分享。快！人数越多我快受不了，分享。越喝越爽。挑战20瓶呢。他没有喝过什么叫做很多养乐多啦。我没有喝过什么叫很多的养乐多啊。对，他没有喝过。我没有在怕过的啦。他没有在怕的，所以赶快，人越多他越嗨，喝越多，好不好？这应该不用喝快慢，他如果一直这样持续喝的话，差不多10罐就拜拜了，差不多啦。分享，我快受不了，分享，加油！他有一直持续在喝啦，他没有停的，好不好？赶快，2150人，赶快！第3罐，分享下去，现在第3罐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第3罐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喝不到10罐就发酵了，以他这个速度，我觉得差不多，真的，已经很快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很快了，来，分享下去，分享下去，他一直在喝呢。这个有喝过的人应该就知道，差不多10罐就吐了，我觉得啦。而且他是持续的一直喝，好不好？持续的一直喝。分享，加油！这个真的比酒醉还难喝。全台湾最狂呢，演艺圈的咖说到做到，分享。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3秒你就可以1罐，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哦！加油！分享，2500在哪里？2500在哪里？他喝很快了啦，赶快先帮我们分享，好不好？先帮我们分享，加油！我觉得他快不行了，真的很冰，这个真的。我会不会挑战成功？我会不会挑战成功？分享，给我勇气，分享，加油！第5罐，分享，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。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！破3000人在追加啦！破3000人在追加，说到做到，这里拼了！他真的很拼只要破5000人，我喝100瓶啊！破5000人，他喝100瓶真的很狂他已经喝了第6罐了，好不好？赶快持续的帮我们分享，持续的帮我们分享。分享，刷起来！黑猪喜欢就包鬼啊！卖个考虑啊！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分享次数342次，赶快拜托一下，左下角的分享键帮我们按下去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这里左下角分享键帮我们按下去，撰写贴文之后帮我设定公开分享，然后帮我按发布，赶快帮我们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一排，现在我喝了几瓶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现在第7瓶了，现在要第7瓶了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你现在有感觉了吗？没感觉，没有什么感觉。他没有什么感觉，赶快多分享一下，让我有感觉啊！你们要分享，我现在没有感觉，怎么这样？分享，我现在没有感觉。快点，他现在没有感觉，赶快帮他分享下去，好不好？帮他分享下去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分享，20罐蛮多的吧？我觉得不要让我残忍，好可怕第8罐了，好不好？第8罐了，他已经喝蛮快了吧？
算是蛮快了啦。说到做到，讲信用就100股了，分享到各大群组。头开始不舒服了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头开始不舒服了，头开始不舒服了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罐，8罐，分享给我勇气，分享，摔盘爱心，摔盘汉堡，来加油，赶快帮我们分享，好不好？帮我们分享，快2000个分享，就来加油哦，加油分哦！享，可以哦。哎，为什么喝养乐多头会痛啊？哎，为什么喝养乐多头会痛？为什么？分享啊！为什么喝养乐多头会痛啊？你们告诉我啊！喝养乐多头会痛哎，为什么？分享！哎，九罐呢？分享！他都已经快吐了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他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我吐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吐了。已经要没动了啦！我要晕了还想要让他喝的，帮我打加一；还想让吃屎哥要他再喝的，帮我打加一；我今天包鬼啊！你今天包鬼啊啦！还想让他喝的，帮我打加一。分享。说到，分享。这里还有，阿你娘高管你热头，改变啊！人数给我刷起来。还想让他喝的，帮我刷加一。跟你拼了啊！男的帮我按赞，女的帮我刷爱心，好不好？我要成为狂，再更狂，分享各大群组就分享，把它喝完。来了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。分享。因为吃屎哥他最近有很多新闻，他之前long time ago 就是因为他在脸书呛蔡英文说要去炸总统府，然后现在判决书出来了，判决3个月，一颗罚金要9万块，其实他真的啦，我这样说比较快。从吃屎哥出来到现在，他有没有伤害你们什么东西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嘛。他只是制造欢乐给你们，制造愉快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他要一颗罚金9万块，我们特别商请他来帮我们来做所谓的一个演出，好不好？你还要再继续喝？受不了。来啦，今天啦，我跟你讲。